城的花艺课上，学生们边喝下午茶边学插花。课程内容是秋天的气息，就从环境开始感受起。这叫文心兰，又叫跳舞兰哦。这边有一朵，你仔细看，是一个女孩子穿着一个蓬蓬裙，跟一个男的穿着燕尾服在跳舞。简单的花材，利落的手法，林颖成和花结缘的早。10岁跟着父母在天桥卖花，从市场批发到花艺设计，却在一次接单中受到打击。他跟我说，他要很简单，但是很热闹，我做不出来。北向做学问班做花艺，林颖成周游列国，学建筑学、结构学、视觉力学。如今德式的线条、荷兰式的群组、法式的圆满、日式极简，他的作品在各种风格间来去自如。因为被考倒过，所以想要做一个真正的达人。日常餐具几颗柳丁，林颖成发挥巧思，让生活充满美感。满桌的花朵盛宴，吃顿饭也变得很美丽。简短的一句话来形容你对花的感情，你会怎么说？可不可以让观众朋友知道？爱动想法。啊，这是新竹的海陆腔，对，就是我很喜欢，很喜欢，对，爱懂十法，爱懂十法。